谁干的？李玉红，你说谁干的？杨老师，您别那么小气，我有个正事要跟您商量一下。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篮球赛，但是我还不知道让谁去呢。篮球赛？什么篮球赛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啊？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，今天下午3年1班还邀请我们去打热身赛，还下了战书。来，战书拿来我看看。2022篮全体男生，如果你们不想当我孙子，今天下午来了1件高赛图2件3单。看下去吧。这个打球归打球，赌钱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他们太狂了，我们去吗？如果你不想当他的孙子，我建议你去吧。那老师，那我们下午去热身。去，全都去。好，先到这里，散。气了。哎，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已经让全班同学去篮球场了。篮球场？去那儿干嘛呀？怎么你们忘了吗？不是说好要跟高3一班做篮球的热身赛吗？啊，我怕他们迟到，特意去催他们好几次呢。不是吧？是啊，我已经把挑战书贴在学校的公布栏上了，现在全校都看到了。啊，如果你不想丢人的话，你不想赔钱的话呢，我劝你们现在立刻换上篮球队服，去操场做热身运动。哎呀，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。另外，很多同学去观摩的哟，亲，加油！这可怎么办啊？走，篮球场。人家高3一班是联赛冠军，我不去我丢谁的人？那你不去不是更丢人吗？走啊！